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4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啊。今天又是金融消费者赢了指数赔了钱的一天。今天也是3300点得而复失的一天啊。今天也是应该是11连阳，就是沪指离上一次那个因特朗普的关税战而这个大阴线下杀好像就差那么一点，就指数全部回到了这个贸易战、关税战之前，应该这么理解啊。三大指数收盘是涨跌不一这个上证指数3299.76点，就差那么一点，就3300点，是涨了0.25%。深成指9870点，跌0.36%。创业板指数收是1928点，跌0.82%。两市全天成交量是1.09万亿，比上个交易日也多了将近500亿。主力净卖出243亿，这个成交量都是缩量，就是1万亿左右。成交量说明了一切。从这个涨跌家数来看2532家上涨，2670家下跌就是差不多。这个恒生指数也涨了0.78%。总体上今天这个走势除了这个金融消费者不赚钱之外，也挑不出什么别的毛病，对吧？主力是护盘不护股，跟这个美股相比现在这个胡适确实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表现很亮眼。大家也知道，昨天美股是股汇债三杀，美股遭遇黑色星期一。美东时间周一，就是21号晚上，由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以及对美联储批评的担忧，投资者进一步撤出美国。美国股市周一大跌，截至收盘，道指跌2.48%，标普500指数跌2.36%，纳指跌2.55%。盘面上，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全线崩溃。明显这个美股最近尤其是特朗普贸易战以后它就波动加大。这个波动一大实际上对这个参与的人来说，尤其是散户这是非常不友好的。大部分人是不会赚钱的，因为你操作很容易就方向搞反了，就赔钱了。偶尔蒙对一次，你错两次，基本上白忙。你要这么看的话，你发现胡适自从这个贸易战以来一根大阴线下来以来，他一直是走小阳线。国家队主力用实际行动证明贸易战我们怼美国是对的，不仅没有给这个胡适造成负面的，反而这个负面影响现在已经消除，就差10几点，对吧？就差那个一哆嗦。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就是无非用实际行动向大家证明美帝的贸易战对我们的资本市场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反而美帝自己的股市、债市、汇市垮了。至少说明叫东稳西降。而对我们这个金融消费者来说呢，恰恰风险来临。为什么这么说呢？也就是说，现在回到了这个贸易战之前的指数了，沪指到那个点位，后面再跌跟贸易战没关系了，涨那就是牛市，跌对吧？那是它内在要求是我们资本市场自身的问题跟贸易战没关系，跟怼这个特朗普也没关系。所以各自这个自求多福吧。在11连阳的时候，散户不赚钱，散户在赔钱，那后面调整的时候，散户多赔一点也是正常。或者换种说法就是国家队护盘的任务圆满完成。那既然圆满完成了，那后面护不护盘就不知道了。这个路透社报道说中国股市洋溢爱国热情，散户涌入扶盘看美。根据路透社报道说，中美关税战升级后，中国股市洋溢着爱国热情。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人民日报说咱们什么洋溢着积极向上的什么氛围现在被这个路透社用到这儿了。路透社说中国股市洋溢着爱国热情，散户纷纷涌入中国股市抗击美方压力，买盘主要集中在受益于中国国家战略的板块，如国防、消费和半导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日的解放日宣布实施对等关税，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之前，中国广东省室内设计师曹明杰他是音译说从未炒过股，但为了表达对祖国的支持，他之后决定每个月向中国股市投入2000元，就定投每个月
从他那个工资里面拿2000去买股票。路透社引述交易员和经纪人称，类似曹明杰的散户投资者正在加入国家队来支持股市，在这个新战场上抗击美方压力。根据金融信息提供商的数据，自4月4日股市暴跌以来，中国股市已经获得了450亿元净散户资金流入。相比之下，在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前6个交易日中，资金净流出总额达918亿元。这个路透社也不知是高级黑还是什么意思啊？那意思就是散户进去填坑啊，对吧？这个贸易战之前资金是流出的啊，将近1000亿。贸易战以后啊，散户资金流入450亿。原来这是个爱国牛，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啊，这就是为了证明啊，咱们这个资本市场不受特朗普的这个关税战影响，体现出咱们的资本市场叫自强不息。我们连拉11个阳线，马上啊就回到了那个关税战之前的这个点位。反过来再看美股啊，这个新浪证券报道啊，说昨晚整个世界都在卖掉美国，直到昨晚人们才缓过神来。特朗普真正的交易是卖掉美国，全球市场继续遭遇抛售，尤其是对美国资产避之不及。美元、美股、美债同步下跌，并且跌幅不小，美元一度跌破98水平，10年期美债收益率再度逼近 4.5%， 而美股3大股指跌幅均超 2%。 与此同时，金价再创历史新高，突破3400美元，这是对美元信用体系的质疑。需要注意的是，特朗普对等关税引发的危机未完待续，现在又出现了第2轮危机，美联储独立性危机。特朗普要这个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辞职，他要美联储啊现在就降息。最近这个黄金的涨势啊，就是非常的这个亮眼，非常凌厉，好像是高盛说了啊，这个黄金要涨到3700美金一盎司。关于黄金这个啊，对韭菜来说啊，也是可以围观，还是少参与啊，因为这个啊，经济学家称现在买黄金是在悬崖边跳舞。4月22号早盘，黄金再度拉升，现货黄金最高报3442美元每盎司，创历史新高。4月21日，现货黄金收涨近 3%， 创出历史新高。那么现在是抓紧上车投资黄金的好时机吗？对此说，中航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郑海清表示，答案是 no。 他说现在黄金狂潮已经处于是在悬崖边跳舞。历史经验表明，说避险驱动的资产狂欢往往以剧烈波动收场。1980年，黄金在冷战危机中冲上850美元，经通胀调整后，相当于当前的3000美元。但是随后20年暴跌 70%。2020年疫情初期，黄金突破2000美元，现在又在疫苗问世后回撤 18%。这是凤凰网财经报道的啊，也就是说啊，不要看黄金现在涨得很猛，但是啊，它随时会回撤，而且回撤这个幅度就不会太小。我们还继续看这个胡适啊，根据这个央视新闻报道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荐股群呐，有很多这个散户啊，在进胡适之前或者进了胡适之后，还没有被胡适割韭菜，先被这个荐股群呐先割韭菜，交了很多钱，买课，有的甚至是倾家荡产，遇到杀猪盘等等。这个今天央视新闻报道啊，说荐股群所谓内幕或是 AI 生成，也就是编瞎话讲故事，不需要这些骗子自己亲自上了，通过人工智能就能编出一个故事，或者是编出一个瞎话，编出小道消息。他说股民钱先生付费加入了股票资讯群，进群后荐股老师推荐的某只股票果然上涨，正当他准备跟投时，却被踢出群聊。客服称想回直播间需支付1万元课时费，然而当他转账进群并重仓买入后，股票却一路下跌，最终钱先生没等来股价反弹，等来了警方的辟谣。原来所谓大佬透露的消息全是人工智能软件生成的虚假信息。目前接到钱先生举报后，公安机关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5人。大家看视频啊。只要你关注股市信息，那一定刷到过这样的文章。在这些文章末尾，作者都会推荐加入付费资讯群。这里的信息真的可靠吗？记者辗转找到了一位知情人钱先生，他在荐股老师的推荐下就买入了其中一只股票。他们跟一些私募大佬在一块儿喝酒聊天，
然后给他们透出来的消息说，其中有的大佬可能就做了好几只股票。果然，老师推荐的股票在第二天真的上涨了。钱先生正要下决心跟投，却被踢出了群聊。客服告诉他，想回直播间先交1万元课时费。他就说中国呢，这大力发展国防军工的呢，制造业要迁到这个四川地区来。当时给我们推的是四川九州。但这次钱先生重仓买入之后，不仅没有大涨，反而一路下跌。销售人员给出了这样的理由：因为股市里面它是有浮动的，知道有涨有跌，不要说看到了跌了几个点2-3个点的不行啊，老师不行啊，我要出了，我要赶紧出了，你们不用着急，我们一样会把你们的钱当做我们自己的钱来操作。钱先生于是决定耐心持有，可最终等来的不是股价反弹，而是辟谣。成都公安不久后发布通报，这些所谓的股票利好消息，其实是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的虚假信息。而这样的套路每天在群里都在上演。记者接着追查发现，不只是对普通股民，给他们讲课的老师也要不定期的接受培训和洗脑。做业务都是很简单的，就无中生有嘛，包装老师的从票啊，还有人设啊。讲股票都是以故事的形式来讲要是大盘往下落了我们再制造一点这一些恐慌，这样大家就更容易减仓跟随我们。花着1万多元的学费，得到的所谓炒股知识、内幕消息，不过是在利益驱使下炮制而来的虚假信息。这一条条经过精心包装的网络谣言，严重破坏了资本市场生态。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广东证监局和公安机关接到钱先生举报后，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5人。就我也不理解就这样的骗局为什么屡禁不止，就屡打不绝呢？就反过来说就是这么多人上当受骗，为什么要保护他们呢？就让他们上当受骗不挺好的吗？这个骗子说了根据智商对吧，得财富重新分配，就类似这种新闻不是天天都在报道吗？这样的案件为什么还那么多人闭着眼睛去上当，非要去买课？如果有人说他100%赚钱，他有这种操作方式，那种知识体系对吧，教你怎么投资怎么炒股，他100%赚钱，巴菲特都不敢这么说对吧？如果是100%赚钱，那为什么还卖课呢？他自己去各种抵押贷款，各种把资产压上，加杠杆去赚就完了对吧？有个3-5年下来，他的资产会超过巴菲特大家知道这叫累积这种效应对吧？如果他再赚钱，他可以发私募现在很多私募吹得天花乱坠的，他都不能保证赚钱，最后都是赔钱。公募赔钱的这个大家都知道，赔的裤子都没了。私募很多也是赔钱。如果你对吧，这个有谁吹他厉害，他搞个私募天天赚钱，何必要收这个什么课时费呢？一节课1800、99、990，最后是9900。所以说就对这些韭菜有什么保护的必要呢？这不是骗子多厉害，而是这些韭菜太贪婪、太愚蠢，就是不骗的不好意思。这韭菜的野蛮生长，这骗子的看不下去不割不行这个胡适本来就是一个大的赌场，就是个骗局，居然这些聪明的骗子在这个胡适在这个赌场前面截流分流对吧？这是跟国家抢韭菜，薅国家的韭菜，薅国家的羊毛。最后我们再看一看胡锡进老师，这个胡锡进老师这2天他也评论了这个俄乌战争。有一段时间胡锡进老师已经不再给俄爹洗地了，也不是不洗地就是他就不评论俄乌战争了，或者是没什么好评论的，主要是被这个特朗普的关税战、贸易战给转移了火力。胡锡进老师主要是针对这个特朗普的贸易战火力全开那么这2天前天吧，大概是好不容易又再次对俄乌战争做出评论。这个主要是说这个普京宣布30个小时复活节停火。胡锡进老师说他说我个人觉得普京的宣布有其战术目的，那就是安慰备受挫折感的特朗普，保持目前对俄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因为特朗普不说吗，美国有可能会放弃这个和平的斡旋他们要这个撂挑子了美国有更多优先的事项要做。胡锡进老师说特朗普方面显然是以退为进，对克里姆林宫施加压力，他们对普京就全面停火提出的一些条件很不满。普京单方面宣布复活节停火，出乎外界意料，这会被看成他在给特朗普一个面子，而且特朗普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朝这方面放大解读。显然复活节已经过了，这个普京的这
这个阴谋诡计啊，也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反响。无论是乌克兰还是美国还是欧盟，对吧？对普京的这个所谓的复活节停火啊，没有什么关注，更谈不上啊在这方面进行什么有力的解读。胡锦老师说啊，他说不过啊，俄乌冲突的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分歧像2个多月前特朗普开始介入时一样巨大。复活节停火毕竟只有30个小时，而北约国家能不能向战后乌克兰派遣军队等问题，双方都无让步余地。他说这么短的停火，最好情况下可以算是一片退烧药。俄乌问题成为特朗普烂尾楼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大家还记得吧？这个应该2个月前美俄通话，然后美俄抛开乌克兰和欧盟啊，在沙特会面，然后胡锡进老师兴高采烈，手舞足蹈，说俄罗斯熬出来了，用了一个熬字，可以看出啊，胡锡进老师这个他是偏向哪一方的。那相比较这个2个月前胡锡进老师表态，那现在他的表态就相对正常，虽然还是暗暗的啊，隐隐约约的在为俄罗斯叫好，对吧？认为这是普京大出击又一个高明的牌啊，又是在下大棋。但是啊，这种表扬，对吧？这种肯定，毕竟没有以前那么赤裸裸，那么肆无忌惮，所以只能通过这个推测，胡锡进老师啊，那最近一段时间也是赚了指数啊，不赚钱。指数已经回到了贸易战之前啊，或者就差那么一点了。但是这些散户的账户啊，恐怕永远也回不到贸易战之前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